应该是非常特别的日期，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朋友呢，睽违了，我们在一起归你哈，才发专辑哈，然后让大家等很久哈，歌迷有点生气哈。他的名字叫黄文新，掌声欢迎。金狗哥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新。是的哈，文新这张专辑哈，真正美术刚刚青春的少女嘞哈，真的哈，好梦幻的感觉哦，梦幻的感觉。他刚我看你听这个新的一个专辑，他真的刚刚拿到热腾腾哦，对，他自己还不太会猜，这到底什么包装哈？这包装的艺术是什么？这个包装的这个创意是来自于的像糖果纸啦，糖衣的概念设计概念，就是把这个专辑给包的安尼。啊，这台湾有这款才不，这是进口的。完了，这进口的，这进口的材质。然后真的是像糖果一样对，糖果这做是糖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以前是比较藤啊，其实用藤啊黑的包装啊包起来，这还蛮环保的哈。真的，概念还会让我们想到小时候。来对有金价几 CD， 然后给这张 CD 叫做爱那些，这是不是要点？爱弱势嘛，所以爱那些全部要说了爱弱势，其实包含很广嘛，是包含做这拢伫这个专辑10首歌来的。好，因为你去经过不来啊嘛，是真侪咧听有点抗议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回味一下哈？是，迄东西是超我第几届？第一届。你有没有觉得第一届比较好哈？其实是第一届较好，大家都会记得，印象较深刻。我还记得亚军对吧？亚军对，我唔对。而且我还记得黄文新刚开始不被看好，兰博起来跟他怂啊。对。就是表演的是紧张，表演紧张。当然他那个憨厚是真的哦，他伊不是假哦。对啊，就紧张吗？迄东西。非常紧张，而且我会记当阵就是网络留言嘛，拢大家参赛者拢会去看，足侪网友拢会去留言嘛。当然嘛有参赛者是伊会去看好的一面，就是歹的一面唔敢看，因为但是有一寡你嘛知影即嘛网络就是讲话是不用负责的。对啊，他就随便讲就好。键盘手嘛，但是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跟人无共的是，我歹我嘛爱看。好，因为我感觉我就是要见面讲，我会当继续。因为有的拢会预言讲迄个像黄文新可能40强啊，40几强，30强，差不多啊，包括讲来等于10个题啊。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讲亲友团哈，会用一种那种公式哈，和迄个人畏惧，对，然后最后呢达到他的目的。对。不管是什么人啦，所以你好的坏你都看。我拢看，我就是好的，我感觉足欢喜，感谢因。歹的，我甲当作是我的进步的原动力啦。对，我就是要做互看，我就是要一步要做你看，我要互你跌破眼镜。是安那边个安尼问黄文新，你知道？因为黄文新不是讲一般迄个处理有栽培迄个歌手哦，是比如讲我叫个老师来教啦，啥物无啦？那你怎么会发现你会唱歌？其实我会发现我会晓唱歌，应该是遗传到我妈妈啦。我妈妈自我细汉做囡仔是伫伊的身躯边，伊就做爱唱歌。伊拢会比如说那时候我记得他是做一些家庭手工代工，伊旁边那个拉伊奥，拢会播上放上一寡这个台语歌，伊就伫边仔听，我就伊伫一边做一边听，我嘛是伫边仔听，伫边仔听久来耳濡目染。其实有一寡老歌都拢会晓唱，拢知影。所以后来你那些变奏的老歌是因为本对迄个 melody 的样唱啊，对吧？对，所以在比赛的时候还蛮好用的啦。对。不过说真的哈，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黄文新呢，我感觉他的自信本身是在电视台才被磨练培养出来的哈。讲今天人类功力这引导啊好帅啊，黄文新啊，偶像哦。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帅吗？不会，讲真的啦。我讲真的真正无，我无吗？真正无感觉啊。讲会晓。你好好的时候无感觉讲。我是全校最帅的，全班好，我等到无做出色对，就是也就没有很出色，大家不会去大概袂去讲，只安呢人群当中一看袂去讲看到你，
哦，安内哦，就是出社可能就是我同学几个就是功课比较好，或者是真的是比较活跃的，比较活跃的，比较活泼的，同学安内嘛，对啊，不是活泼功课好，不然就是头痛人物嘛。是，对，招牌的这些人啊哈，所以你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走入演艺圈，然后变到今天这个样子哈。其实无诶，因为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我会读册回来，放学回去。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先走去阮兜二楼，我房间里二楼，我的音响转诶，开始听歌的底下哦，比如说听张学友，或者是听苏永康、刘德华，听着，然后就对，然后就跟着唱，然后我妈妈就在底下说：“好啊，你莫甲唱啊，你去买，你帮我买什么物件？你免当我唱，你唱这无好啊，你无出大你。”这样看乱轮嘛，轮没告力了。哦，对，他是这种方式，你好好的读书最重要。当然，这是为人父母的心情，因为他总觉得演艺圈不能当饭吃，对，然后唱歌虚无缥缈，而且电视台也不在南部啊，所以你压根子你今天如果是父母亲，当然我也是会讲这样的，因为你觉得不可能。你在我们人在南部最屏东最乡下了，最南边的地方，哦，上盖南边的所在。啊，你喊我你嘛无可以，你别讲按那接受，对，你们教在电视台接受，对不？别那拼，对，别那拼，别那有机会。像咱讲，我会记30岁迄当28岁当中，我参加电视台歌手比赛。在这之前，我当然是伫北部做工课啦。啊，伫这因缘际会之下，我老婆那时候是我女朋友，然后她帮我报名，她看那个电视节目，哦，超级偶像什么，等大家来报名，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不是报自己，对，然后隔天她就说我帮你报名，我说啊。你帮我报名啊！你为什么帮我报？你我搞同你一下。他说没有啦，你唱歌，我觉得你唱歌蛮好听的，而且你这么爱唱歌，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我不可能啊！会晓唱的比他会晓唱太济。看那马轮没够烂，这种生命你知道吗？哈，这个南北有时候那种少了一点点表演自信的心态，对，哦，以前个不是迄款什么训练的歌手啊，无老师培养啊，无咧外口老手的比赛。其实我的个性伫当中我是较避暑的一种，对，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跟一些对，来一首歌吧，好不好？好，我想要回去迄东西，是什么时候？迄东西是什么时阵？这东西其实这首歌是我在拍我上档8点档一家人的时候所最后的几场跟里面的女主角生死离别的时候所灵感创出来的歌曲，这样就是自创曲。那也是要送给里面的角色郑凯跟小秋的这个歌曲，也是因为有戏的关系，对，然后让我有了一些画面，然后我当场就是把那个旋律给记起来，然后回去之后我写的词跟曲写好了，请那个编曲老师去帮我编这首歌曲，这样。难得可以自己创作，是对不对？很有诚意的摆在专辑的第一首歌，让大家感受一下黄文兴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来，我想要回去迄东西。声音徘徊伫阮的心边，夜头寒，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回去迄当时，
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世界驶来又驶去，幸福相随。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要搁放开。点点坐伫你仔边。看着已经不在的残景，记忆将阮又搁牵倒转去当时。目睭起起，亲像有听见咱的早闹的声音，徘徊伫阮的身边。夜头看，才知一切拢是过去。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亲像细汉时阵爱着阮的日子，爱阮世界驶来又驶去。幸福相随，我想要返去彼当时，会当陪你坐踮海边看流星，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袂搁放。我想要返去彼当时，希望时间会当为着咱来停止，停止所有悲伤的空气，袂搁心碎。我想要返去彼当时。扔下所有残根甜蜜的过去，予阮会当轻轻揽着你，要搁放开。予阮会当轻轻讲一声，我爱你。今天咱播到上大牌，依然是黄文兴。哎呀，过年开工的第一档哈，这个帅哥有够帅的啦哈！讲今天伫8点钟来底要做小生是不简单的哈，除了演技爱好哈，个来就是爱引导哦，个有这个表情啦、动作啦哈，个声啦，个讲话迄个精熟啦哈，都要到位，对不对哈？所以当8点档的男主角是不容易的。好，黄文兴的新歌《爱摩卡》，爱的摩卡，因为那个摩卡用台语就歹讲的哈，爱的摩卡，听说了呢，咱那个黄文兴好好来开讲。小小滚滚的咖啡，感觉一点一滴有爱的眼神甜蜜，温暖心头，感谢摩卡的香甜味，浪漫的个 tempo， 美丽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坚定信心，要永远做你的派大星，巧克力蛋糕必然用心去雕刻。我的真情话，你的大心，咱的爱情像摩卡，为你泡的摩卡摩卡，我会每一天有你来
做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干你靠下感受我，感情拢袂煞，无卡无卡，哦哟，我的全部调出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就圆满。未来你我甘心，共伊来创造美丽感动。罗曼蒂克的天幕，美丽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紧紧相信，袂永远做你的歹大心，巧克力掺咖啡，咱用心去调和。我的心情我，你的大心，咱的爱亲像摩卡，我的泡的摩卡摩卡，我因为这天有你来做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你靠下感受我，感情拢袂煞，无卡无卡，哦哟，我的全部调出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就圆满。未来你我甘心，共伊来创造美丽的感动。爱情的甘甜，靠下算啥物？我大顶守你的心，永远袂搁分开陪伴你的心意。咱用心守护咱的未来，牵就一世人。无卡无卡，我因为这天有你来做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无卡无卡，哦哟。心共伊来创造美丽感动。所以文心，你会开始一直往创作的方向走吗？会。我觉得其实创作，因为其实我之前不创作，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乐器，然后会创作要有一些乐器的概念会比较好。可是后来有一些歌坛的前辈，他就说、不会啊，没关系啊，你就可以自己就是录个歌曲，然后把那音律。把它 melody 给录起来，然后请老师去做、啊。手机他们就红边那对，录起来的话，对，我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们不是专业卖北坡 gay 坡啊那个熬北部。后来他我记得那个跟我讲的前面好像是康哥，对，他就说不会啊，像他做歌，他也是觉得心中有一些蛮不错的旋律，他就临时就赶快把手机拿起来，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对，然后给编曲老师去编，然后想要怎样的结构、怎样的乐器搭进来，就跟编曲老师去沟通。你知道吗？有一天呢、我就走进那个吉他的乐器行，是因为我很久没摸了，对，那我进去就觉得哇，好想要再买一把吉他。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唱片制作人，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个 AD， 我现在想要买一把吉他。”然后他就很冷静的跟我讲，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想要写东西的时候再来练一下。”这样说，你现在把吉他放回去。他很冷静跟我讲电话里哦，然后呢走出去那间乐器行。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何必呢？你可以想到的音，你所有可以想到的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可是，一旦你学了乐器以后，你会被它局限，因为你的技术没有到那么多，所以你的和弦的宽度就被缩减。”好像也有道理呢哦。我傻了，你知道吗？我就把它放回去，然后乖乖的走出来，因为我很听我那个制作人的话。因为我们从年轻玩音乐到现在，我觉得人术业有专攻，没有错。他说，艺术创作是无限的想象。没错。真的是一个无限的想象，而且有时候，你那个情绪当下了来的时候，你就是必须你必须要把它给记录下来。如果用吉他去弹，确实，如果你技术不到嘛，对，然后你会觉得说，我想的这个旋律好像跟和弦不太对哦，是不是就又改了？对，你就改了。
改了就不对了，搞不好那个音符是好的，但我们却因为这个乐器的东西去把它改了。对，因为所以我们是同类。真的。所以我觉得后来觉得创作还蛮好玩的。那接下来下一章应该也会朝创作的方向太好了去做。词跟曲都可以吗？还是词跟曲都可以啊，都可以。好，下次也许我们可以玩一下哈，比如说我的曲丢给你来填填词啊，或者你的词丢给我来写曲这样。我们来玩不同的这个火花哈。其实这个音乐非常的宽广啦。你以前都听什么音乐？我记得你在比赛的时候哈，你们有自己选的歌对不对？可是到了后期都是制作单位要求你们去练他们想要对不对？录影然后想要做的歌。对，没错。不瞒你说，其实我最早之前那时候已经都听国语歌曲了，国语流行音乐。然后我唯一听的台语音乐是荒山亮哥的啊。那个是什么因缘际会？那个就是因为我爱看布袋戏。那我后来发觉，他唱了布袋戏的歌曲，一连串这样听下来，我才发觉，布袋戏的那个歌曲的元素原来是西洋音乐很丰富，对，里面对，然后摇滚，然后迷幻的一些都有。我说，既然有办法把这种台语歌曲结合这些不一样的西洋音元素，把它做成台语歌，我觉得非常屌。所以黄文兴本身里面，你知道内心就是其实有很大的那个宽度，都是利用这些听音啊，因为我们现在喜好是这样嘛。可是要把那个元素放在台语歌哈，尤其是阿亮在做的东西，真是不容易耶。你知道他得奖的那一张叫《天荒地老》吧？对，天荒地老，你也记得不？天荒地老，天荒地老，对。他也是很文言的啊，对他也是很文言的。其实我讲到创作，我记得最早20几年前了吧。我那时候国中，我那时候听到洪荣荣大哥，基本上洪荣荣大哥他就是唱比较演歌的那种这种演歌的音乐嘛。那其实小时候听的也是比较传统的台语。后来我听到一首歌，我有点吓到，就是那些我回头来看那些曲是游鸿明老师。我说游鸿明老师他不是做国语的吗？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台语的曲？可是在我听的当下，我有吓到，我觉得，因为我也同样都有在听国语流行音乐，我听到这个曲就跟一般的台语是不一样。我相信那时候老师也是在创作台语不一样的。他在转型，那个洪荣宏在转型。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是在转型，可是呢，你知道收歌就是这样嘛？你找到什么样的对象，走出什么样路线，跟不同老师邀的歌会风格不一样嘛？所以那时候我相信在多年以后，你再听那些我回头来看你，对，再怎么听都觉得很好听，就觉得好听。对，那我就觉得那时候老师也是非常大的勇气，因为那时候做的演歌的歌曲更多，更是传统，几乎一片呐。可是洪荣宏大哥却用这首《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让我有惊艳到，我就觉得，哇塞，这个歌曲是流行，这是国语的流行音乐，这应该是说也没有说什么国语、台语了。我觉得流行音乐它就是只是因为国语它先用流行音乐的方式去做，对，他先卡位了，所以大家才会说，他会感觉说，这个好像是用国语流行音乐来做台，其实不是，他只是用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去做，只是国语先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觉得比较感叹的是，为什么台语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台语一定要照的很传统、很正统的方式？不是说不好，我觉得太多人在做，还有空间嘛？对，因为还有空间，那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些不同的？对啊，现在反应不错啊，我觉得歌迷，然后在点阅，然后在很多的这个回复上面讨论度，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事情哈。当然，这个做宣传比较辛苦啦，当然比较辛苦，而且流行台语这条路也会比较辛苦啦，会有比较多的挫折跟阻挡。那我觉得那都是我向前进的原动力。对，我来讲哈，人哈不可能100分，而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不可能什么。你去刚演戏的时候，你不是也很挑战吗 ？NG 啊，真的背脚本，对，背脚本，然后就是常常就忘词被骂这样。对啊，人家都背你的脚本，把你的背下，你还没背完，对不对？真的，这是这样子啊。可是到现在，你看，你也知道说新人的那个过程嘛。对，没错。对不对？然后我其实这首歌跟这整张专辑的讨论度，后来我觉得蛮开心的是，年轻人真的有听到，他觉得我记得我还有几个留言是，
文心那个你的音乐真的很好听。以前他是不听台语歌曲，他在车上老是听到他爸放那个以前的台语歌曲，他觉得很受不了，他觉得很怂。他说很怂哦。那当然，这对爸爸跟我这个年纪以上，因为我快40岁了，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他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回忆，可是对年轻人他却是很陌生。我懂，他离他们很远。对，但是我的歌曲却让年轻人有一个亲切的感觉，觉得听起来是舒服，然后我是可以接受，因为这个音乐它像流行音乐，它不像我们现在听的东西，你知道吗？他去到 KTV 还可以唱，是，你知道不然他怎么唱？当然，听那些东西，对不对？对他来讲，对，没错。所以我觉得黄文兴、五月天我们这些新的包括这个东上乐团他们在做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谢和弦。我都觉得是应该我们大家好好的把这样的东西做一个汇整而且甚至于我们可以做一个良性的交流。对，没错。好，那丢告下我们再多听一下好不好？好，这首歌真好听。好，来。这礼拜来咱报道上大白是黄文兴，宾果长有讲嘛刚过完年啊，上班就登场所以要给大家知影讲，哇，其实这摆艺人嘛是真拍拼的做宣传，过年进前有真侪这个过年特别节目，过年说呢，当然也要马上赶着上工，继续宣传他的专辑好，黄文兴心脆的祝福，听说了呢，咱来跟文兴好好来开讲哦。心中，你离开我，无人惜我，感情像风来去去，无踪，想伫你的心中，剩你家己，爱你自己，心被你走，你无所谓。藏心中，为你心伤，咱的有缘无分歹错，悲伤，啉着目屎时阵，强要当喘开，失去了爱的运动，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去，亲像风。若是等来有你搁爱我的理由，你敢也会记得你听起乌索的愿望，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意继续来去去，亲像风。从今以后的我心要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有缘的牵着伊的手，爱幸福。你无所谓，爱藏心中，为你心伤，咱的有缘无分歹错，悲伤，啉着目屎时阵，甘要当喘开，失去了爱的运动，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来去去，亲像风。若是等来有你搁爱我的理由，你敢也会记得你听起乌索的愿望，心碎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不愿你继续来去。亲像风，从今以後的我心要放開你的手，答應我你有緣的
纯粹的祝福，找无爱你的理由。愿你继续来去去亲像雨，从今以后的我，我心的放开你的手，答应我你永远的牵着伊的手，你爱幸福。今仔日的宾果边是黄文兴嘛，哈，要拍戏，要唱歌，对啊，唱歌是比较这2年才用心开始思考的问题，对不对？对，没错。你是那时候是因为得奖以后是怎么了？得奖以后，我觉得人家都说中魔咒啦，那其实也不是中魔咒，因为这中间卡了非常多比如说唱片合约的问题跟经纪公司的问题。那其实后来这几年就过了啦，就过了。想说刚好老天爷对我也是不错，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拍戏，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文兴，他不是只有唱歌，他也是会演戏的。那当然这几年后来我就慢慢在想，因为我真的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年轻人他不碰台语了。那我就觉得还蛮可惜的。我都一直觉得，比如像周杰伦，因为我很喜欢周董他所做的音乐作品，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很早就有4-5年前我就有这个想，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歌曲都可以唱成台语。哦，是哈，对，都用台语来合上去，都觉得也不错啊。因为我自己在家有这边乱唱，然后用台语来合，还蛮好听的。所以我很早就觉得说，台语其实也可以像国语音乐一样有无限的可能。但是我讲我当下在做这个音乐的时候真的会分2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讨论音乐，我们很开心嘛，可是他们在讨论商业结构或者说未来的发展空间的时候，因为也喜欢嘛，对不对？所以他只能说在江蕙的，因为我帮江蕙写那张《欧嘎宾》那张专辑的时候，周董里面也写了一首《塞尤娜娜》，对，同样有写歌嘛，哈。那其实写歌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来写，参与。但是他真正要走入自己一条路的时候，可能就是只能够把单公给台语放在专辑里面某一小部分。对，而且说到这个所谓商业的结构，我其实在做这张专辑，有时候有些人他们比如说批评所谓的这个歌词导音的问题，然后觉得说不尊重台语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只是为了要赚钱，其实不是。这张专辑我们真的花费了非常多的心力、心血跟金钱去做，而且你说要赚钱的话，其实传统台语在中南部它是比较有市场，是啊，它是比较多活动的，而且比较简单做。对，而且人家叫活动是。因为还是喜欢听那种比较传统 Enga 的东西，干嘛要叫黄文兴呢？而且说真的，我们是比较算是吃力不讨，我们在赌我做出来新的东西，老人家不接受，然后年轻人也不见得听得到。那我等于是把我的路堵死，我的活动也不见得会比较多。但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请问你们这些人在怀疑的这些人，你们有细想过吗？这其实对我是不好的。我就好好的做传统就好啦。以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不哈？对啊，现在说真的，如果我要比点击率，商业的这些歌曲，它点击率还是比我高出非常多，都是几百万的。不过那个几百万很多是灌的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大量的网军，他们自己的粉丝，然后开始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也因为他们之前的操作也都 OK， 对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我觉得音乐不能用比这件事情。是，当然。应该是说，就有一天我碰到有一个歌手，我忘了他是谁，那我就问他说：“如果你去演唱会的时候，你发现说你最想要什么样的人来，要多少人来？”他说：“我最想要，不管他是10个、50个、500个、5000个，坐在下面都是想为我来，对，就是想听我的音乐的，对，为我而来的，没错。那你如果要去比这个东西的时候，说真的啦，移花的代际让跨做这样啊，对，真的。有的时候拍戏也是这样子啊，什么样的角色会红？谁会碰到哪一个脚本？真的，这次会做什么？真的不一定的。因为当我讲到角色，那我就讲一下，我当时那个角色，其实在找我的时候，制作人有说过，
他就跟女主角配嘛，那个女主角也是李艳，她也是蛮大咖的。我那时候很大咖。对，然后呢，他说，但是你这个角色说重要不重要？说不重要也有点重要，那造化就看个人。但还好我没有愧对，真的还好我懂他的意思。是，他不是非常主角的主角，但至少在最后，我真的没有愧对我这个角色，我让大家引起了一阵的回响。然后我记得制作人他找我的时候，他说：“文先跟你聊一下，我希望，因为那时候我那条线已经得癌症了嘛，那正常8连档癌症就是不会死，如果是主角之一的话，你是不会，就算你不是一线主角，可是你2线、3线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复原的奇迹，然后或者是不会并发。可是他却觉得说，我希望你们那条线是凄美一点。我二话不说说好，因为当我知道我的脚本是得癌症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构想，觉得说我这个角色应该是要死，才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他才会写得更唯美。因为当然在这个很像就人生当中一个不完美，但它其实也是完美的一种。对呀，不完美的，因为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人生不可能完美的，对，每一个人故事不一样。对，那当下没想到，这个角色死了，引起很多人的回响，然后觉得，然后甚至有想到说，他看到我们这个剧情，他想到他的谁也是癌症过世，然后心有所感。然后每个都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觉得说怎么真的就领便当了？可以再回来吗？可以再换成同年人回来？我说不可能，这真的就是死了，因为对，因为我们这次的戏，一家人那时候这个戏就是一个完全的大改革，要让大家看到台语8点档。他不是只会撒狗血，他也是可以做出优质的戏剧，有内容，对，有内涵的东西。讲到文心要谢谢爸爸妈妈，因为你那不是真正为细汉开始讲台语哈，我感觉你要进入戏剧圈哦，尤其是台语8点档的时阵哦，你可能那个门槛就很高。对，较困难，因为有的背台语背到要起笑，你知道吗？因为我问他说，你会讲？他说我不会讲台语，太多不会讲了。对，然后硬背可以问啦，好加在我自细汉我就是讲台语大汉。好加在哈，感谢爸爸妈妈了哈。对，感谢爸爸妈妈。好了，我们最后要选一首歌跟大家做一个结尾啊。来，那我最后选的这首歌会比较特别一点。我记得这个故事是这样，当时的这个歌是最后一首。那在编曲之前，它是一首也不能说大歌，它就是有点像比较小品一点的歌，就情歌。那我跟老师说，可是整张情歌的概念其实蛮强烈的，很多首都是情歌，只是有不一样的编曲跟风格。那我希望这一首歌的编曲更不一样，我想要尝试一下。他说好，于是呢，我就说，我就拿一个 reference，然后我们台湾那个跟他开会的时候，对，国内的知名艺人，也是蔡依林，他的第三人称，我说我想做有点像英式摇滚的感觉，前面有点那种。那个画面就会感觉很像走在乡间小道的，因为那个是那个这种英式吉他那种弹出来的感觉，就很像那种美国影集，你走在一个暗都没有路灯的乡间小道，然后只有一个微光而已那种感觉。我说我希望的是这样，然后有点 lonely 的感觉。对，然后他也用了一个也是团体，也是那种国外英式摇滚团体的那歌曲给我听。我说好，那就往这个方向去做。对，然后于是这个歌做出来，其实我还蛮开心，而且是制作人他自己也做的很开心，对他自己也做的很编曲编的非常开心。对，应该后生都底家，真的，对，只要玩对了哈，那个味道就出来了。是，光苗和这啥？为你心甜，为你心甜哈！这次非常谢谢文心哈，这个挂刚来这样哈，跟大家打招呼，他为了这个台语歌的一些想法，是我们继续努力了哈。好，我会继续努力的。好，来，光苗合作，为你心甜，来。想你的每一天。
我爱你袂记，无啥祝福你，不敢想起你我甜蜜的过去。为你心痛，将思念藏心肝，情愿守对这。为你心痛，目屎已经流干，无人知会痛。我甘愿为你。你遥远的天边海角，想你的每一天，心酸的孤单，讲好谁人听？我爱你袂记，无啥祝福你，不敢想起你我甜蜜的过去。为你心痛，将思念藏心肝，情愿守在这。草无缘的情妇，浮沉海烟有无你的心情？寂寞的落雨暝，落叶无情的苍穹，当路的霜，挥洒骆驼的伤。